基隆市中山区的成功二路桥面有载重的限制，禁止停车。这个红线是一路延伸到一般的道路，但是民众明明就是把车停伫个无画红线的所在，想袂到一天落来，封开4张的罚单，民众气噗噗。基隆火车头的附近正歹停车，无论是铁基路边，也是高架桥卡，只要踩落，拢互插起。严过连接桥面的这边，明明无画红线，不过若插落都会红开单。我的尾巴贴到这样叫违规。你如果真的不要停，你要画过来嘛，你画一半，人家都知道嘛，这是常识嘛，对不对？对啊，所以画这样，感觉就是这一段可以停一下嘛。不是在地人真正唔知，问里长才知影，这车位看得到，煞未插起。很多人来，因为一般停车的那边都会停在那都有出问题。因发到争议的停车地点，就伫咧基隆市中山区铁基路边的31号桥，桥面有载重的限制，未当停车。严过红线一路画去到一般道路，民众将车插伫咧无画红线拖出来这地，结果一天也是红开4张罚单。民众比较明确的知道，比如说你晚上的时候，你有车辆过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比较明显的部分，你就知道说这边它到桥头部分，它就是一个开口这样开出来。考虑到安全问题，交通处也来会勘，刚开始唔让步。严过红线已经离开桥边，拖出去到一般道路。顺义民情把这个有疑虑的这一段红线把它抹平这样子避免造成执法上的一个困扰。交通处本地伫桥顶画红线是提醒袂使停车，严过一边画一半，一边搁拖出去，画甲无清无楚，互驾驶真困扰。会勘了后，会将一般道路的红线画掉。罚单有可能透过申诉的天数来注销。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